你是哪里人呢？只身在外地打拼，为了生活安身立命。听到这句话，是不是也有股思念涌上心头？北纬22度的高雄，山和海交汇的城市，清晨渔港的咸，农场的酸甜，螺丝工厂的打铁声，菜市场里的叫卖声。不管你是过客还是定居，这个打开港湾的围墙，海风徐徐吹进的城市，注定了会在你心中留下深刻记忆。慢慢扬起，慢慢扬起。拍摄奇迈已经3年了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见面。身为立委的他，有个23年从不打烊的服务处，认真聆听请托，替市民解决每一个问题。台北高雄通勤也习以为常，立法院工作结束，随即便搭乘高铁，回到熟悉的家人身边，似乎要回到高雄才有家的感觉。2018年的选举，他认真思考如何替高雄做产业转型，飞到地球的另一端，德国、荷兰、英国，参访国际大型企业，拜会政府官员。德国汉诺威工业展招商，荷兰花卉市场为高雄农业做智慧加值，英国当代社会学大师季登斯教授请益数位落差。回到台湾，立即投入选战，跑满38个行政区，与前镇渔民寡诺，与小林村村民共舞，与美浓农民播种红豆，实际体验鹿竹区小朋友的数位教学实验，和当时同为参选人的苏院长一起吃大碗烘饼。有趣的是，奇迈吃得很忘我呢。在雄中毕业典礼上，身为大学长的他，引用日本明治维新3杰西乡隆盛的一席话勉励学弟。男儿立志出乡关，事若不成誓不还。但是后来奇迈说，但是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我的梦想就在家乡。他是真心不喜欢作秀，81气爆，88风灾。每当高雄受磨难时，奇迈一定会在当下前往灾区，卷起袖子协助救灾。只要高雄刮风下雨，我总心想，他会不会去看滞洪池、抽水站、视察灾情？当晚脸书就会出现奇迈在大雨中的侧拍照，他的心总是放不下来，总是回到高雄，把市民的安全顾好。比起灾后的探访，他对及时勘灾更为重视。从画面中看到他心急如焚的模样，便知他与这座城市祸福与共，同甘共苦。2018年，做好准备的他败选了。奇迈很有风度的恭喜韩市长，安慰在场的支持者。我希望说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大家一起帮我们韩国瑜市长加油，为我们高雄市加油，因为这里是我们祸福与共的地方。他突然变暖吗？不是的，他一直是正义温暖，只是害羞了点。2019年延揽入阁，担任行政院副院长。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，
现他医学与公卫的专业背景，整合各部会，运用大数据分析追踪疫情。阿中部长说，如果他是防疫指挥官的话，那么奇迈就是指挥官背后的指挥官。保护大家是使命，也是必须要做的。2020年，怀着满满的故乡情感，奇迈回家了。跌倒了，爬起来；爬不起来，用爬的也要到达目的。紧握民众的双手，鞠躬拜托，与支持者玩自拍。这一切都是源自于感谢。跑遍了高雄各大的市场、庙宇、公园、渔港、农村、夜市、老街，各个熟悉的十字路口，爬上财山雅座，乘坐美浓飘飘河与市民们同乐，访视新著名商圈，那是最重要的，你要知道。解决大型科技公司投资问题。全部都加进来，大概以后是全世界最有价值的半导体产业聚落，就是在台南高雄。走访体感科技园区，打造创新聚落。这个是台湾的优势，也是我们的机会。拜会春晖出版社活络高雄文学，向全世界说台湾有文学。与艺文界人士交换未来愿景。全力支持大港开唱复办，参与高雄乐活节，与小朋友一同观赏纸风车剧团。这2年的奇迈有许多改变，少了些严肃，多了份柔软。不变的是，他依然爱吃冰。我特别喜欢吃香蕉冰，更重要的是高雄还有香蕉冰，还有那满满对高雄城市转型的信心。每天7早8早的出门，一连跑了8、9个行程，忙到晚上快11点。有人问奇迈：“你为什么要跑得这么勤？”他总是回答：“我觉得还不够。我希望能够亲自握到每一位市民的双手。”拼了命，用尽全力，勤跑基层，从早到晚，上山下海，偏乡到产业。他知道停止的市政只能跟时间赛跑，市民期待的心一定要一步一脚印，给予最踏实的承诺。高雄值得更好，高雄也应该更好。奇迈与高雄的情感早已经形成一个连结，这是他对故乡的眷恋，因为高雄是他一生眷恋的地方。只有了解高雄伤痛过去的人，才会懂得让高雄更好。高雄是我一生的选择，我会用我的一生守护高雄，带领这座伟大城市找回光荣感与共同价值。而奇迈一直是那个准备好的人。